大家平安。今天7月2日，感谢上帝恩典，让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上帝，一起来领受上帝的恩典。让我们透过每一天的读经当中，让上帝的话语带领着我们去面对每天的挑战。让我们一起透过诗歌，一起来敬拜，一起来领受。主啊，唯有你鉴察我，唯有你认识我。我需要你在我的生命当中成为我的力量，成为我的引导。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因着你的呼召，我们领受这许多的恩典。我们每天都需要你，需要你的话语，需要你的同在。所以我们要将今天这段时间仰望在主你手中，恳求你帮助我们在当中的领受，恳求你帮助我们领受圣灵的恩典与恩膏。将今天这段时间仰望在主你手中，愿主
你的带领，愿主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感谢主，我们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7月2日，我们要读的经文在列王记下第6章第15节到第23节。列王记下第6章第15节到第23节，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一起来领受，一起来默想今天的经文。第二天清早，以利沙的仆人起来，到房子外面去，看见叙利亚人的军队和他们的马匹、马车围困着这城，他就喊：老师，我们糟了，怎么办呢？以利沙说：不要怕，我们这边的人比他们那边的还要多呢。然后他祷告说：上主啊，求你开他们的眼睛，使他看见。上主听了以利沙的祈求，以利沙的仆人往上一看，看见山边布满了火焰车和火马，围绕着以利沙。叙利亚人打过来的时候，以利沙祷告说：上主啊，求你使这些人的眼睛失明。上主垂听以利沙的祷告，使他们眼睛瞎了。于是以利沙到他们那里说：你们走错了路，这不是你们要找的城，跟我来，我带你们到你们要找的人那里去。于是以利沙把他们带到撒玛利亚。他们一进城，以利沙就祷告说：上主啊，求你开他们的眼睛，使他们看见。上主听了以利沙的祈求，恢复了他们的视觉。他们看见自己在撒玛利亚城内。以色列王看见叙利亚人，就问以利沙：我该把他们杀掉吗？我该把他们杀掉吗？以利沙说：不，就是你在战场上俘虏的兵丁也不可杀，给他们食物和水，让他们吃喝，放他们回他们的王那里去吧。于是以色列王为他们大摆宴席，等他们吃喝完了，打发他们回叙利亚王那里。从此叙利亚人不再侵犯以色列的土地。我们今天的经文在列王记下第6章第15节到第23节。让我们再用些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来默想，来领受今天的经文。
大家平安。当在我们今天在读经的时候，当我们在默想的时候，不知道你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有没有感受到很不一样的景象？在昨天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当这样打仗开始要准备的时候，叙利亚他们在预备，但是他们却发现他们所讨论的被泄露出去了。被谁泄露？不是他们自己人，是上帝告诉以利沙，以利沙去告诉以色列王。所以当我们在读这许多经文的时候，也很特别，上帝的大能就在当中，上帝的权柄就在当中。许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上帝看不见，但是在这当中我们看见上帝在帮助着以色列，上帝在帮助着以利沙。在这许多事情当中，我们觉得不可能的，上帝让它发生了。所以上帝也在当中也避免了许多的状况，避免了这场战争。而这样的事情没有人泄露，怎么会知道？上帝都知道。所以在接下来这事情当中也打破了我们许多的看法，许多的想法。在这样的事情当中也跌破了许多的眼镜。所以在今天经文里面，我觉得很特别，也让我们真实的去经历我们常听到但是却不知道的事情。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15节这边讲到说，第二天清早，以利沙的仆人起来到房子外面去，看见叙利亚人军队和他们的马匹马车围困着这城，他就喊：老师，我们糟了，怎么办？这就像前面在讲的叙利亚人，他们想要去抓以利沙，因为他们所决定的都被看穿了，他们所决定的都被他传达到以色列王那边去。所以当他们要打仗的时候，他们势必是需要先把这样的东西先截断。所以他们说要去把以利沙抓起来，他们去围困这城，想要去抓以利沙。所以在这当中，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落差。当以利沙的仆人去看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是非常慌张，看到这个城被围困了，看到这城外面围着一圈又一圈的叙利亚军队，当然是害怕的啊，因为打仗的时候整个要打进来，要攻进来，他们是性命就不保了。所以有这么多的人原本是要打仗的，但是原本是要去攻打以色列的，但是却先来围困这个城，围困多坦这个城。所以当中我们看到，哇，这样情势非常紧张。所以如果你是那一个仆人的话，你会怎么样？先逃跑吗？害怕吗？担忧吗？一定会。所以就赶快去找他的主人，赶快去找以利沙。我想这势必是这样做，而在我们生命里面确实会很紧张。所以我们看到这仆人，他跑去找以利沙，然后跟他说：老师，我们糟了，该怎么办？所以在惊慌失措当中不知道怎么办，去找他的老师去问该怎么办。但是怎么样想不到以利沙的回答是这样子，他说：不要怕，我们这边的人比他们那边的还要多呢，我们这边的比他们那边还要多呢，怎么可能？因为我们这边人多少啊？我们这个城怎么可能比他们多？所以当他们被围困的时候，他们那仆人就觉得：哇，惨了，这怎么打得赢啊？我们被围起来了，我们就这些人。所以这样打的过程当中，我们被围困，可能我们会没有粮草啊等等，可能都没有了。但是这时候我们看到以利沙，他所说的是：我们的人比他们还多，你担心什么？所以这当中，让我们去看，哇，这怎么可能？我们常常在讲这样的事情，我们要依靠上帝，上帝的天使天军要帮助我们。但是我们心里面在想：我没看见啊，哪来的天使天军？所以这时候我们看到，这就是在呈现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子，我们这样的害怕。所以在当中我们看不见上帝的大能，看不见上帝所要带领的人在当中，看不见这所谓的天使天军。
然而在这里面，我们看见上帝确实让他的天使天军就在这当中。所以在第17节这边，当以利沙讲完之后，他向上帝祷告说：上主啊，求你开他的眼睛，使他看见。上主听见了以利沙的祈求，往以利沙仆人就往上一看，看见哇，山边布满了火焰车和火马，围绕着以利沙。所以当他讲完的时候，我相信那仆人心里面还在想：啊，你是在讲真的还是讲假的？虽然我知道你是先知，虽然我知道你是神的人，但是事实上我们的人确实比较少啊。当这样的打仗下来的时候，我们势必要输，我们势必要被抓起来了，我们势必一整个负面的想法在这里面。所以在当中我们看见的情况是这样，这也是我们生命的情况。但是这当中以利沙这一个操作，就是向上帝祷告说：让他看见，让他看见。所以我们生命是不是要求上帝让我们看见？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求上帝让我们看见上帝的作为，看见上帝的恩典，看见上帝要赏赐在当中，看见上帝派这众多的天使天军与我们同在。各位弟兄姐妹，你要不要这样看见？许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讲的，你要不要看见？我们都说好啊好啊，但是我们真的没看见啊。我们都只是说好啊好啊，但是我们却没有这样的信心。因此在当中我们看见经文里面说的，以利沙求上帝让他的仆人看见，而他的仆人真的看见了。他往上一看，哇，真的许多的这样的火焰车，许多的火马，许多的火，这当中上帝所差遣的人就在这当中。确实就像以利沙讲的，我们的人比他们还多，上帝所差来的人比他们还多。因此在这里面真实的就让他们看见了，让他们看见，让这个仆人看见了。所以这些火焰车和火马围绕着以利沙，这样的景象也就是在保护着以利沙，这样的景象也是任以利沙来差遣，所以保护着他们。在当中如果真的要打起来，也是任他差遣。但今天我们看到这经文并没有要打起来，是上帝的权柄彰显在当中。在我们前几天讲到说，以利沙在他身上真的有太多的神迹奇事了，太多上帝的大能了，上帝的能力与他同在。我们前两天也讲到说，当以利沙他要开始服事的时候，他求的是以利亚他的能力加倍的临到他。所以真的我们在这当中看见他的生命里面有太多上帝的大能，上帝的能力与他同在。所以在这当中我们看到，当以利沙让他的仆人看见上帝的天使天军，看见火焰车，看见火马之后，后续依然战争开始了。叙利亚人打过来的时候，他们打过来，我相信这整个城的人都害怕，因为开始打仗了。在当中，虽然这仆人看见天使天军，看见火焰车，看见火马，我相信他还是害怕的，他还是担忧的。但是这时候我们看，在当中我们来看以利沙做了什么。这时候我们看见了以利沙，他来到上帝面前，他祷告说：上主啊，求你使这些人的眼睛失明，你让他们眼睛失明。所以这些事情我们看，不是上帝主动去处理这些哦，上帝让人参与在这里面，上帝让人去知道怎么做。所以上帝的灵与以利沙同在，感动他。所以当以利沙看见这样情况的时候，他向上帝祷告。所以上帝的灵与他同在，让他有聪明智慧，让他知道怎么样去面对这些事情。所以他向上帝祷告说：让他们失明。以利沙向上帝祷告，让他们失明。而在当中我们也看到上帝垂听以利沙的祷告，使他们眼睛都瞎了。因此在这里面我们看见上帝聆听人的祷告，上帝聆听以利沙的祷告，
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当我们祷告，他垂听。所以以利沙的祷告，上帝垂听；以利沙的祷告，上帝就让他照着这样做了。这整个军队的人去攻打的时候，突然间眼睛失明。我想一个两个就已经有点状况了，所有人都失明，那整个情况完全不一样。所以在这当中，这些叙利亚军队他们无法看见这些天使天军，但是让他们透过这样的失明的过程当中，真实的去经历到上帝的大能。当他们觉得去攻打这城只是小菜一碟而已，但刚刚攻打的时候，突然发现眼睛看不见了。哇，这是何等的恐怖的事情！怎么突然间我都看不见了？所以这当中，上帝的作为在这里面，这当中也或许上帝也透过这些火焰车、这些火马、这些天使进到这当中，让这些人都看不见了。当我们在讲那种看得见、看不见的时候，也常常在谈论两个，一个是眼睛有没有看见，一个是你的心有没有看见。所以我们常常不只是眼盲，也常常是心盲。我们眼睛看不见，我们心也盲目了。而在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说，当他们瞎的时候，以利沙就去到那边跟他们说：“你们走错路了，这不是你们要找的城，跟我来，我带你们到你们要找的人那里去。”于是以利沙把他们带到撒玛利亚，所以也让他们知道，其实以利沙也清楚知道，你们打仗是要攻打以色列王，他们打仗的对象是以色列王，但却来到这当中要去抓以利沙。在这当中也让我们看到，其实上帝并没有要让他们去攻打以色列王，所以前面才会那好几次，那么多次，他们的兵推都泄露出去了，才会这么多次的兵推的过程当中，这样讯息都被放了出去。谁放出去？上帝让以利沙去跟以色列王讲。所以在这当中，我们看到撒玛利亚城是以色列王的城，所以他们在那当中，因此在这里面，以利沙就去跟他们说：“你们走错路了，不是来我这边，你们要找的人在撒玛利亚那边去。”所以在这时候，他就带领着这许多的人，哇，这不止许多是非常多，可能几万个军队、几万个兵去到撒玛利亚那边。去到撒玛利亚城去找以色列王，所以他们看不见，他们也没办法作战，甚至他们的或许有些人就握着他们的刀剑，而在这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他们也就这样顺服的走，没办法，他们平常没有这样蒙着眼睛的训练，如果打起来可能自相残杀，他们就真的这样被带到那边去了。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以利沙说：“我带你们去。”你们要找的那个人那边去。在这当中，我们看到以利沙真的把他们带到以色列王那边把叙利亚军队带到撒玛利亚去。而在当中，我们看到当他们进城之后呢，以利沙就祷告：上主啊，求你开他们的眼睛，使他们看见。上主听了以利沙的祈求，恢复了他们的视觉，他们看见自己在撒玛利亚城内，让他们去看见了。所以这当中或许也呈现说，你们走错路了，那他就让你们没看见，但这是你们要来的地方，就让你们看见了，让你们看见你们所要去的地方，让你们看见以色列王，让你们看见你们该来的地方，但这也是他们不该来的地方。所以当带他们到那边去的时候，让他们看见，让他们眼睛睁开，去看见他们所去的地方。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当以利沙把他们带到撒玛利亚的时候，求上帝给他们看见。当你是这叙利亚军队其中一员的时候，你会怎么感受？当要去攻打这城的时候，突然间看不见，但他们被带到
撒玛利亚城的时候，却看见，这是更加的惊慌。在看不见的时候非常惊慌，在看得见的时候却是来到了不该来的地方，更加的惊慌。因为在当中所经历的是上帝的人在当中，或许上帝不杀他们，但进到他们敌人的地方，他们要攻打的这个地方，或许他们那时候兵器已经不在手上，或许刚恢复视力，也不知道怎么作战。而当他们进到那边的时候，发现这是敌对人的城，会不会更加的害怕？那我们的生命就没了。我相信这些叙利亚军队，这些人，他们的想法，他们的担忧，并不是莫名其妙出现的，是真的会这样担忧。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在这样的情况当中，也呈现在这以色列王的反应。所以当他们一进城，他们看得见，而以色列王也知道。所以21节这边讲到说，以色列王看见叙利亚人，就问以利沙：我该把他们杀掉吗？我该把他们杀掉吗？对他来讲，他所想到的是不是以利沙俘虏了他们，把他们带到这边，要把他交在我手上？所以还没有攻打我们就赢了。在他们预备攻打我的时候，上帝让我先知道他们的部署，让我先做预备。这时候上帝把他们亲自带到我手上，让他们成为我的俘虏，让我可以出手处理他们。所以我想以色列王应该也很开心的，人都到这边了，所以他也很谨慎的去问以利沙：我该杀掉他们吗？我该杀掉他们吗？一则开心，一则也担心，不知道怎么处理。人都来到这边了，会不会在这边厮杀起来？所以他跑去问以利沙：我该杀掉他们吗？各位弟兄姐妹，你会怎么看？你会怎么处理这些？是不是也想要把他杀掉？你们都是想要来攻打我，觉得我很弱，想要来攻打我。那这时候你们已经在我手上了。这当中我们也会常想到以前所读的经文，在打仗的时候，上帝会说：我将他们交在你的手里。所以如果你是这个王的时候，你会不会是这样觉得？上帝已经将敌人交在我手里了，所以我是不是要把他们杀掉？我要把他们杀掉吗？然而这当中我们看到却不是如此。以利沙说：不，就是你在战场上俘虏的兵丁也不可杀，给他们食物和水，给他们吃喝，等他们放他们回到他们的王那里去。所以当中就真的这些人就等同于俘虏，不可随便杀他们，不可杀死他们。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怜悯也临到叙利亚人。所以当中我们看到上帝，很多人都觉得上帝是打打杀杀的上帝，上帝是残忍的上帝。然而在当中我们看到上帝的慈爱在这里面，让两国可以相安无事，不用透过打仗，不用透过厮杀，就能够得着这样的平安。所以在这里面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并不需要这样的厮杀才能得到我所要的。因此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这叙利亚王想要去攻打以色列王，他们已经规划好好几次要攻打，直到泄露了再改变，再改变，再改变。他们用很多方式想要去攻打这叙利亚王这以色列王，但是还没有打成，所以他们知道先把以利沙先抓起来。而这时候也是一样，以色列王有机会打死这些，在这过程当中上帝就出手，上帝阻挡了叙利亚去出手攻打以色列王，上帝也阻挡了以色列王去杀死这些叙利亚军队。所以上帝阻挡了这些厮杀，而在当中也让他们释出善意。以利沙说：不行，你不可杀，但是你们要给他们食物和水，让他们果腹，让他们吃饱，让他们吃饱之后把他们放回去他们的王那边，让他们回去吧，让他们回去吧。
在这样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以色列王也确实这样做。所以在这边接下来这段经文讲到说，于是以色列王为他们大摆宴席，等他们吃喝完了，打发他们回叙利亚王那边去。从此叙利亚人不再侵犯以色列的土地。所以以色列王也照着这样做，摆设宴席给他们吃，给他们喝，喂饱他们，然后把他们放了回去。当我们在看这样经文的时候，会看见上帝的权柄就在当中，上帝的大能就在这当中。当这样打仗要开始的时候，上帝就在这当中来出手了，保守了他的子民，在当中看顾了他的子民，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帮助他的子民。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上帝不只保守以色列人，也保守叙利亚人。前面我们看到，透过以利亚、以利沙去膏抹了以色列王、犹大王、叙利亚王，去拣选了这些人。所以在这许多事情当中，让我们看见上帝在当中亲自出手了，上帝在当中亲自掌权了，上帝在当中让两个国家相安无事了。所以在这样的叙利亚，他们去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知道以色列这个国家有上帝的看顾，有上帝的保守，他们也不想要再次去经历这样的事情。下次瞎眼会不会再活命？下次再进到撒玛利亚会不会还活着出来？会不会经历这样的款待？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应该也会有这样许多的担心，因此他们就开始相安无事，不再去侵犯对方，不再去面对那些事情，所以他们就不再攻打，不再侵犯。上帝用这样的方式和平的解决了。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面对到这许多的事情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处理这许多的事情？在攻打的过程当中，我们这样去侵犯别人吗？当你要被攻打，当人家要对付你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让上帝来出手，寻求上帝的心意，看上帝要怎么做？当我们在面对许多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会用我们的性子去看，我们自己想要怎么做就要想要这样做，但是有没有先回到上帝面前？我们告诉这整件事情都是上帝在处理，当然让人参与在当中，让以利沙的仆人参与在这里面。所以在当中，我们常说我们看不见，因着看不见，我们就不愿意相信。但是在这里面，我们也看到上帝就让以利沙的仆人看见，而这整个事件里面，也确实上帝出手在帮助着以色列人，帮助着以利沙，帮助着他所爱的子民。当然在当中也帮助着，在当中不只帮助他们而已，也帮助这里面所有的人。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许多事情里面去经历上帝的大能，让上帝的大能彰显在当中，让上帝的大能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再是依靠自己，而是去看见上帝的大能在当中来做这许多的事情。弟兄姐妹，让我们回到上帝面前来领受上帝的恩典。接下来也让我们有一段时间回到上帝面前来领受上帝的话语，我们再来默想上帝的心意，让上帝对你说话，让上帝的话语进到你的生命里面。因此让我们也在当中透过默想去经历上帝的话语，上帝要对你说什么，上帝要你做什么事情来回应他的话语，他的恩典。让我们有一段默想的时间。
们感谢你，让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去领受到你真的与我们同在。主也恳求你，让我们不单单只是看到经文，也让我们生命里面去经历到主你的恩典、你的大能，让我们真实的去经历上帝，你就与我们同在，你就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去经历到你的天使天军保护着我们，也让我们在当中，让我们的国家，让我们的城市有主你的恩典。当我们面对到这许多的危难的时候，你亲自出手来帮助我们。主啊，我们生命里面确实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挑战，然而主，愿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生命当中满有主你的恩典与慈爱。主，我们感谢你，你呼召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享受在你的爱当中，让我们享受在你的遮盖与保护当中。主啊，恳求你与我们同在。主啊，将今天这段时间每一个参与的弟兄姐妹仰望在主你手中，恳求你祝福着我们。主，我们将这段时间交托仰望，也愿主你赐福。线上祷告都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愿我们每天都有一段时间来到主的面前，给上帝空间，给上帝时间，也是让上帝对你来说话，让上帝将你分别为圣，让上帝赐福在我们当中。愿上帝赐福于你。